大家好，歡迎翻嚟大米講馬專攻第一場，聽日1月28號星期三，快活谷跑9場草地野賽。頭場開跑時間晚上6點40分，跑道呢用一條比較窄嘅 C 欄，場地預測估計跑好地。由於上個禮拜三係跑沙田泥地野賽嘅，咁所以谷草跑道呢係休息多咗一個禮拜嘅。休息多一個禮拜，隔咗2個禮拜先至再跑呢，會唔會場地幾理想，埋邊嘅場地會好啲呢？即係貼住欄嘅場地好啲呢？都唔排除有呢個因素嘅。咁加埋正常場地比較窄嘅 C 欄呢，應該都係跟前所位跑法比較有利啲，尤其是係跑短途賽事1000同埋1200。正常估算就係咁樣啊，即係跑啲短途賽事，沿途跟手好位貼住欄，應該係着數啲嘅。但係今年自從轉咗冬草咧，呢條跑道咧，無論係 A、B、C 欄都好，中外疊冚咧都係非常之好嘅，即係中後置後追都係有噶。咁究竟今期專攻第一場點樣揀法呢？好多時候大家睇第一場咧都係睇個跑道形勢嘅。咁啊，我就睇唔到跑道形勢，我只能夠斷估嘅啫。但係縱使你知道個跑道形勢咧，都唔知道啲馬係點樣跑法嘅。有陣時啲馬，你想佢放頭咧，佢偏偏就唔放頭。你以為係快步速咧，偏偏就係慢步速嘅，好難講嘅真係。咁啊，都係要考一考運氣啦。咁啊，今期專攻第一場嘅封面咧就擺咗黑夜之神方仔喺度。到底第一場係咪揀方仔嘅馬做呢個馬膽咧？大家估下啦，一齊去片睇睇。喺節目開始之前，一定要呼籲下大家。訂閱大米講馬呢個台咧嘅節目好多人睇，咁但係咧訂閱人數咧就仲未達到理想水平，所以如果支持大米，一定要訂閱大米講馬，同埋咧俾呢條片一個 like， 加埋咧分享呢條片出去 ，share 條片俾大家嘅朋友。咁啊，當然可以留言支持一下我嘅，咁啊俾啲心心啦、表情符號啦，或者笑面啦，都係對我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先睇睇第一場個排位表先。5班1000米最短途賽事，出馬滿額12匹。呢一場5班短途賽事呢，睇落嗰個能力都唔係特別太差嘅，尤其是啲細 number 嗰幾隻啊，有啲4班落5班嘅，喺4班呢都識贏添。譬如話要拿德金呢啲啦，喺4班係贏馬賽績嚟㗎。咁啊，第一次落5班就究竟係咪一落5班即刻喐手咧？都唔排除嘅。咁所以呢一場嗰啲馬匹實力咧係唔差噶，大 number 嗰啲咧就比較渣啲，尤其是隻10號工程小子啦，係因為時間補退出先至補翻入嚟嘅啫。配住潘大偉，其實排11檔咧，第一隻都可以劃走佢噶啦。其實咁另外仲有啲比較睇低啲嘅，譬如跑嚟跑去都仲未有任何賽績嗰啲馬啦嚇，6號萬事得意啦，排2檔靚檔，但係咧都好快斷嘅呢隻馬，都唔係好夠韌力嘅，跑1000米縮落嚟跑係咪可以頂得到咧？係買都係買過2檔嘅啫，同埋都有啲咁多嘅進步。咁另外8號戰企飛都係啦，有啲進步，但係今次又唔知點解。戴個眼罩上去，之前戴個眼罩咧係好差嘅，咁今次戴個眼罩上去，係咪想擺前跑咧？佢擺唔擺到前，真係都好大疑問啊！好難揀咯呢啲馬。咁另外就係我諗佢原先係唔想跑呢一場嘅，即係3號快樂寶寶，因為之前嗰啲5班賽事咧，中短途又好，中距離又好咧，唔打黃牌係出唔到噶。咁廖康銘呢一場隻3號快樂寶寶喺報名時候咧係冇打黃牌嘅，但係咧竟然冇打黃牌都出得到喎，咁啊真係戰意成疑問啦。另外上次有揀到嗰隻9號東方魅影，咁啊上一次艾杜拿咧佢可以擺前再擺前一格嘅，佢又讓咗條欄俾第二隻馬俾第二隻馬 cut 埋嚟，我唔知點解。但係上一次咧都跑得啱噶啦，喺直路上邊咧都有少少麻麻地嘅，講真個取位。咁但係咧個第4名咧都係有啲唔好彩嘅。但係今次排咗12檔咧，
縮翻程落嚟跑，呢個路程跑2次都得嘅，但係呢個12檔咧係好影響佢，真係。咁所以咧都我認為比較睇低啲嘅。咁啊，第一場賽事如果就係睇賽績的話咧，其實今場賽事好多馬都唔識贏嘅，得幾隻馬係有贏馬紀錄嘅啫。如果真係大家話老土啲講句，識贏就係識贏，咁係呢幾隻馬裏邊揀啦，就係2號啦，德金，頭先講過啦，係贏馬4班賽績嘅，同埋咧同程有贏馬賽績嘅，谷草1000米。第二隻就係今季有啲進步嘅5號歷險大將啦，對上2鋪跑谷草1200，一勝一 Q， 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。第3隻咧就係7號燃心星，咁啊贏馬嘅係贏谷草1200 5班賽事，咁啊跑呢個路程跑3次，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，一次第四嘅。咁最後一隻識得贏嘅馬咧就係韓哥嗰隻11號謙謙君子啦。咁啊贏馬嘅係5班賽績，但係同程咧以佢嗰個表現最好噶，2冠2亞1季。咁啊呢4隻馬咧賽績最好。咁啊到底係咪識贏就係識贏一隻做馬膽咧？我都係比較相信呢個數據啊，識得贏係好緊要啊，我覺得都係。咁啊馬膽之選，如果大家睇封面都估到噶啦。擺封面係方仔，冇理由唔揀方仔嘅。講真，第一場7號燃心星，其實咧睇落喺呢一組馬裏邊，似乎唔係佢最大，即係佢最好嘅。但係咧今次布文再騎翻上去咧，我認為個心意係向好嘅，咁所以咧我都係揀翻隻7號燃心星做馬膽。方嘉柏有黑夜之神稱號啊，谷草嘅戰績特別好。第一場呢匹7號燃心星都估唔到呢隻馬真係咁渣嘅馬嚟嘅，睇落血統又幾好啊，係嘛？咁啊隻馬個樣又唔差，之前喺4班咧都曾經上過名啊嘛，跑田草1200，依家落到嚟5班，竟然咧今季跑咗幾鋪咧都唔識贏。大家都認為跑谷草1000米呢個路程已經係5班最水嘅組別嚟噶啦，都贏唔到。跑2次啊，今季2次谷草1000米，12月3號跑過一次，12月17號跑過一次，2次都係布文騎，布文都搞佢唔掂，一次跑第2，一次跑第4。咁今次點解大米你又揀做馬膽呢？因為呢，我覺得今次賽事方仔呢個燃心星布文騎翻上去呢個搏殺決心係有嘅。呢匹馬特別同布文合拍嘅，大家睇翻賽績都睇到噶啦。同布文跑過3次，即係布文跑過呢隻馬3次，上季1次，今季2次。上季騎1次即刻幫佢贏谷草1200，今季跑2次都係跑谷草1000， 2次跑谷草1000咧，頭先講咗啦，一次跑第2，一次跑第4。咁啊，可能大家都話布文都唔係全部上到名啊。對上嗰次跑谷草1000，跑 B 欄啊，12月17號啊，都係跑第4嘅。咁啊，播翻大家睇呢條片，呢一場咧就係今季265場次，跑第2名嗰次唔播啦，跑第4名呢一次播。雖然我認為呢隻馬跑谷草1200把握比較大啲，但係咧縮落嚟跑1000，遇啱啲對手渣啲咧。我認為都係好事嚟嘅，加埋聽晚方仔都係成手馬都幾強勢嘅，有機會第一場就即刻去馬。咁啊呢一場播俾大家睇嘅265場次，燃心星咧係排咗個1檔好檔位嘅。咁啊沿途擺3、4位係食糊位嚟嘅，大直路上邊咧俾贏馬隻銀兩豪俠咧就食咗佢個位嘅，佢就逼於咧成日布文想抄出中檔上嘅，但係俾銀兩豪俠咧食咗佢個位咧，佢就只能夠拍翻埋去埋邊檔位第2碟上啦。咁但係如果大家睇翻嗰一晚 B 欄賽事咧，12月17號咧，其實喺埋欄檔位咧前邊嘅場次係唔係咁着數噶。咁所以呢一燃心星咧係跑咗一個不利場地，翻嚟咧呢個第4名咧其實係幾唔錯嘅。咁但係如果大家再睇呢一場跑第2名嗰隻鼓浪高升咧，喺埋邊圓欄上咧，爭啲可以贏到銀兩豪俠喎。咁啊，究竟
鼓浪高升，點解你唔揀賢心星？轉頭翻嚟講，睇咗呢場賽事先。第2名鼓浪高升啊，第3名東方魅影一齊有份跑噶，第4名賢心星，第6名謙謙君子，第8名專家。咁啊，大家睇睇呢條片啦，睇完片翻嚟再傾。開心馬就放咗出嚟跑噶啦，跟住第2位內欄位置係賢心星啊，外邊啊銀亮豪俠啦，第4位出邊係上交啦，見到中間東方魅影亦都上啊，等入邊嘅馬有鼓浪高升內欄追，中檔位置紅眼罩淺藍衫謙謙君子啊，外邊有專家追出嚟飛躍精英啊，最後100零米銀亮豪俠透出咗，外邊東方魅影追緊上嚟，中檔開心馬沿住內欄上嚟，仲有隻鼓浪高升，最後100米到銀亮豪俠佔先，追緊佢嘅馬埋邊鼓浪高升撳上撳落外邊東方魅影第3。好啦，今日睇完片翻嚟啦。呢一場賽事咧跑得最好係，其實嗰次係揀咗隻鼓浪高升嘅，大家記得輸條鼻毛俾隻銀亮豪俠咧，就做唔到第一後孖寶。呢一場係12月17號谷草 B 欄嘅第2場賽事嚟嘅。第一場賽事咧跑第1名嗰隻就係布文騎嘅，大家都應該如果有跟買都有收到錢噶啦，就係和道威搭幸運同行啊嘛。咁啊，嗰晚布文係幾精神噶，咁所以第2場咧呢個賢心星都係想去馬噶。咁但係由於即係個走位同埋嗰個檔位形勢咧，走咗個不利啲嘅場地喺直路上邊咧，就跑第4名，但係咧都跑得好噶。咁啊，揀佢嘅原因咧，都係呢隻馬比較穩定啲啊，跑谷草嘅短途，同埋布文騎咧就特別合拍。頭先講咗噶啦，唔係布文騎我一定唔揀嘅。今季布文騎2次，一次第2，一次第4，第4都係輸少少唔好彩嘅啫。但係上季咧幫佢贏馬嘅就係布文騎佢3次都跑得好嘅，真係。所以今次布文再騎上去咧，我係優先考慮佢嘅。咁啊，揀隻馬膽都係揀隻穩健啲嘅啫。咁當然可以揀鼓浪高升嘅，我都有諗過呢匹馬。但係今次排咗一檔咧，嗰個跑法就被動啲，呢隻馬係要留住嚟跑嘅。C 欄賽事咧，如果加上個步速唔係特別偏快，拉唔開咧，貼欄嘅馬要揾位上咧，真係好考際遇嘅。咁所以咧，賢心星排7檔，佢次次跑谷草1000都係跟到啲3、4位或者4、5位，跑法比較主動啲。咁啊走生位嘅應該，因為佢贏谷草1200咧，縮短200米跑谷草1000係得嘅。咁對上一鋪點解跑得咁差咧？我諗都唔係特別太關希威心事嘅，可能就係拍得密咗嘅關係。佢今季咧已經今場賽事係第8鋪跑噶啦，對上嗰幾鋪咧12月大家見到啦，係跑咗3場嘅。對呢隻馬體格雖然都幾大隻，都講緊1100磅嘅馬，但係咧真係有啲散散地嘅。過往大家睇就知噶啦，一年都跑6、7次嘅啫嘛。今季跑咗都半季就已經跑咗8次啦，加埋今次係咪？咁所以咧喺12月份連續跑3次咧，對佢體力嚟講咧，真係有啲負荷唔到啊！真係。咁啊，跑完上一次之後咧，方仔的佢翻從化咧，12月23號到聽日跑1月28號咧，隔咗5個禮拜嚟跑咧，養好個體力咧，呢樣嘢我覺得都係立心向好啊！加埋配翻老拍檔贏馬拍檔布文，跑佢呢隻馬3次都跑得好嘅。今次縮程落嚟跑谷草1000應該冇問題，排7檔容易跑，比起上名嗰次唔係，比起上一次啦132磅啊，仲要輕3磅，今次咩129磅啫。各方面條件咧，我認為都合適嘅，座位望贏應該得。你話係咪一定贏到？我唔敢講，但係咧應該3甲一直咧比較穩陣啲呢隻馬，咁所以揀隻馬膽，我認為都係揀隻穩陣啲嘅好啲啊！大家可能都會買下 WinPay 咁啊。第一隻先揀方仔賢心星先啦。方仔啱啱上個禮拜日先贏完尾場，爆隻超易穩，會唔會承接到星期3第一場即刻贏馬咧？希望係咁啦。好啦，咁啊馬膽揀咗，睇翻第一場嘅排位表。咁啊開始嘅時候咧已經篩選咗啦，有幾隻馬我就唔係特別太覺得個心意未必係喺今場出擊，或者之前嗰啲賽績太差都揀唔到嘅。咁啊，包括3號快樂寶寶唔揀嘅啦，6號萬事得意，8號戰旗飛。咁啊後邊9號排咗個唔係幾好檔位嘅東方魅影，同埋一定唔揀嘅10號工程小子。
咁啊4隻識贏嘅馬裏邊就揀咗隻燃心星做馬膽，咁餘下3隻識贏嘅係咪要揀？我認為都要揀多隻嘅。2號辣德金，咁啊5號力險大將，加埋阿韓哥嗰隻11號謙謙君子，喺3隻裏邊再揀一隻，揀邊隻？謙謙君子我就唔揀嘅啦，唔係因為韓哥嘅關係唔揀，而係咧呢匹馬排10檔都係難跑嘅，跑短途。咁加埋咧，我睇落佢嗰個神課功夫咧，啲操練就比較疏落啲，唔係咁夠積極，睇嚟啦就唔係好似樣。因為嚟緊喺2月份同埋3月初咧，即係2月開始去到3月11號呢6-7次嘅谷草夜賽咧，其實都有好多5班嘅1000同埋1200米短途賽程，咁所以咧有機會韓哥都可能會再等多鋪先喐都未定啊！即係謙謙君子，咁當然有機會今場喐啦，可能我睇錯都唔定，但我睇落佢啲功夫就唔係咁積極嘅，所以就冇揀到啊。咁餘下辣德金同埋力險大將兩隻揀邊隻好？我咧就揀咗呢一隻。雖然我唔知道無偉傑係咪喺呢一場度幫呢隻2號辣德金撳掣，但係咧我都揀咗佢先，因為呢隻馬真係4班賽績，係4班贏馬賽績嘅。咁上一季去到季中時分咧，就由伍鵬志馬房轉投無偉傑馬房。伍鵬志嘅時候咧，已經喺4班可以贏到田草1200米賽事噶啦。黃寶嚟減磅嘅，咁當佢即係好着數咁放翻嚟啦。咁呢一場唔好理佢啦。由結開始睇啦，咁熒幕最底見到噶啦。3月5號跑咗一場熱身，谷草1200米熱身之後咧，第2鋪就爆24倍冷門啦。賀銘年騎嘅跑谷草1000米 B 欄賽事都唔使放頭喎，沿途跟手好位咧，直路咧脫穎而出，贏半個馬位，係贏4班賽喎。咁呢場咪符碌啊？如果大家當佢係符碌咧，之後嗰幾鋪咧都跑得好啊，同埋尤其是呢一鋪啊692場次啊，大家如果再睇翻咧呢一場咧，佢個評分係50分咧，出閘慢閘啊，翻嚟後追都跑到個第3名啊，即係話呢一隻馬喺4班，如果健康正正常常狀態好咧，喺4班跑谷草1000米嘅短途賽事咧都可以贏馬同埋上名噶。咁所以依家落到嚟5班咧，真係冇辦法唔揀佢嘅。雖然今季跑5鋪咧都跑到一注賽咁，但係我見佢近期嗰啲神課功夫咧做得幾好啊。尤其是喺1月10號試咗場谷草1000米閘，試翻嚟個走勢咧好好，出閘第一隻彈出嚟。如果論到即係嗰個前速咧，喺第一場5班賽事咧係冇一隻可以及得佢嘅。加埋排咗個3檔靚檔，亮寶有機會放嘅，但係呢隻馬放頭咧就一定斷嘅。反而辣德金咧，我頭先講咗啦，上一季喺無偉傑馬房跑幾鋪跑得好咧，都唔係放頭噶，可以跟2、3位都得噶。咁所以論到韌力同埋各方面嘅條件咧，呢一匹2號辣德金咧都係比較好嘅。咁所以即使即係40分頂分，都唔知佢係咪真係落5班第一鋪即刻喐。咁但係咧，我都覺得係要揀呢隻馬嘅。咁冇辦法唔揀呢隻。輪到班底實力各方面咧都係好，同埋佢彈閘，即係1月10號呢一堂試閘咧，我認為隻馬個狀態咧都起翻嚟幾多噶。咁今次會唔會一落班即刻撳掣喐咧？如果真係撳掣喐咧，係可以橫掃嘅呢一隻辣德金。咁呢隻馬有個缺點就係，佢贏馬咧都係有分頭嘅，熱門咧就唔得嘅，咁所以咧真係要睇睇賠率。咁加埋頭先講咗啦，2月開始去到3月11號呢6-7次嘅谷草賽事咧，都有幾多5班1000米同埋1200米嘅路程嘅，所以佢隨時咧可以之後先去都得㗎。咁啊搏殺心意未明，所以揀去做配腳嘅啫。咁啊，我覺得燃心星咧個心意向好啲啊，用布紋。咁所以辣德金咧只能夠屈為配腳啦。咁配腳都要揀嘅，冇得揀嘅，冇得唔揀嘅啲嘢。辣德金2號係要揀嘅。好啦，咁啊再翻嚟睇翻個排位表啦。頭先都講漏咗，揀辣德金嘅原因咧就係可以個跑法主動啲，都應該幾大機會放出嚟跑噶。
跑5班1000米嘅賽事，比1200米賽事嘅一個差別就係咧，1000米擺前面咧始終着數啲嘅，後上係比較難啲嘅，咁所以咧最後係冇揀到歷險大將嘅，因為呢隻馬咧今次又係排咗個外檔喎，外檔已經難跑啦。對上嗰兩次其實上一鋪排咗個10檔仲外檔啦，係嘛都可以得，但係上一次係跑1200啊嘛，同埋上一次唔係10檔，上一次排12檔啊。上次排12檔個沿途際遇咧都係非常之好啊，亦都係奧爾文跑到100分嘅。前一次咧已經係際遇好好，亦都係跑到100分去贏噶啦。上一次連續2次際遇好，會唔會第3次都際遇好啊？唔排除嘅，但係咧1000米賽事咧排外檔咧係比起1200米難嘅。咁所以咧最後我冇揀到歷險大將嘅，加埋個磅位都升咗上去啦，同埋由1200米縮成1000米咧，都唔係特別太利嘅呢隻馬，都係跑1200米好啲。如果佢上程跑1400米咧，我覺得可以嘅呢隻馬，但係縮落嚟跑1000米咧，我覺得就麻麻地啦。咁所以又冇揀到歷險大將嘅。咁至於隻4號亮寶揀唔揀啊？當然可以揀啦。但係呢隻馬，我認為係佢個心智有啲問題。呢匹馬喺4班咧跑1000米嘅谷草都跑過第2名嘅，但係咧佢係唔肯過馬嘅，或者佢出咗頭之後咧係自動慢車嘅，咁所以好多時候咧睇落係跑得好咧，最後都係跑唔到嘅。咁同埋如果大家睇翻佢賽績咧，最好嘅騎師咧同佢最合拍嘅咧係巴道。咁今次可能就係落班孭重磅啦，或者潘頓攞嚟騎啦。咁阿羅富全咧就俾咗潘頓騎，但係咧我認為呢隻馬配巴道咧就更加合適，或者呢隻馬係咪要喺個配備上邊改動下，幫佢戴個眼罩上去咧，等佢唔好睇咁多嘢咧。因為佢見到啲馬追上嚟咧，佢自己自動慢車俾人過嘅，真係。今次我唔知潘頓點跑法啦，但係咧有隻納德金放頭咧，佢都唔係咁容易跑嘅呢一場，咁所以我都冇揀到亮寶，同埋亮寶都係必然熱門嚟嘅啦。咁最後咧，我揀一隻咧，今次嗰個操練功夫咧好積極嘅馬，同埋啲分都減到無可再減嘅啦。如果要救亡咧，都係要開始嘅啦。呢一隻就係丁豪馬房嘅12號馬專家，丁仔馬房呢匹12號馬專家已經個分數咧減到無可再減嘅啦，去到18分嘅評分。因為5班嗰個頂分咧係40分，咁由個頂分個平磅135磅減20分，即係減20磅咧就係115磅。香港都唔係好多大師傅可以做到115磅嘅啫，咁啊都係嗰幾個，譬如話田雞啊、艾少禮啊、班德禮都做唔到115嘅，都係做116、117嘅啫，都要過1-2磅跑噶。咁啊華將方面啊，毛顯東啊、楊明倫啊呢啲先做得到嘅啫。咁所以咧可以揀嘅騎師咧係好少嘅，咁所以佢今次咧繼續 mark 到班德禮騎咧都非常之合適嘅，我覺得。同埋依家減分已經減到無可再減噶啦，都唔需要再減啦，再減落去都冇意義噶啦。再減落去咧就影響到呢隻馬咧救亡添，因為可以保留嗰個評分咧係26分，依家距離8分，要一贏一位先得嘅。所以我對呢隻專家今次嗰個搏殺決心咧都唔會懷疑嘅。咁加上呢隻馬近期嗰個操練咧亦都幾唔錯，所以咧我最後揀專家做第2選。呢一匹12號馬專家已經嚟咗香港2年半嘅啦，2023年7月17號進口嘅，咁啊足足2年半，一年養馬費100萬，2年半咧講緊250萬。咁總共收到嘅獎金咧，大家見到啦，40幾萬，當佢唔使俾唔使乘7折啦，因為馬主之後可以收到70%嘅啫。如果照咁乘咧，馬主之後收到30零萬嘅啫，咁即係咧都唔見咗200萬鬆啲嘅咯。加埋個馬價咧，加埋佢跑咗20場，我唔覺得馬主冇買過落去咯。呢隻馬加埋輸嘅錢咧，都講緊加埋個總數咧，都最少300-400萬嘅啦。咁所以咧，仲保留喺度，我真係唔知點解。因為呢隻馬由賀賢過咗落丁冠豪馬房之後咧，大家見到好似跑落有啲起色咁，好似係啊，因為次次都跑得近嘅。但係大家睇翻賽績咧，
佢係未試過跑前3名嘅，轉咗丁冠豪馬房之後，之前兩次第3咧都喺賀賢時候攞㗎，同埋喺賀賢轉丁冠豪之後咧，由33分評分咧減到而家18分咧，再減到15分，再唔跑得好咧就淘汰㗎啦。咁點解呢個馬主團體仲唔將呢隻馬退役咧？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。可能丁冠豪同佢哋講呢隻馬仲有機會救得翻㗎，仲可以有啲揸拿㗎。咁所以今次咧，我睇翻佢晨操嘅功夫咧，真係做得好積極嘅。喺1月10號過咗嚟谷草試一堂1000米集，就係同我揀嗰隻第3選納德金，專家第2選啊，同隻納德金一齊試嘅，專登咧試一試個眼罩嘅今次。咁啊試到合格，今次咧就初戴眼罩，唔戴羊毛面箍。呢樣嘢我認為立心向好，同埋今次排8檔咧，估計佢都係會擺跟前啲跑，戴眼罩所以想跟前啲跑啫。跑1000米谷草賽事，如果唔擺前啲，係好難追嘅。咁佢近嗰幾次個排個檔位都排得好，但係咧，即係嗰個沿途走位咧都唔係特別太跟得前。跑谷草1200就可以擺前啲，但係翻嚟又唔係幾多。前一次執金城江就係啦，同埋前一次嘅操練功夫比今次嚟講咧，今次係好好多噶。今次咧係特別完整、特別整齊嘅。今次可以見真章噶啦。如果今鋪都跑唔近咧，我建議馬主團體退役啦。呢個係咩馬主團體啊？專業咩？尊敬聯盟團體係咪即係打遊戲嗰啲啊？打遊戲嗰啲有咁有錢養隻馬？蝕咗幾百萬都唔退役嘅咩？可以呢鋪要睇到嘅嘢噶啦，呢鋪睇唔到嘢真係可以退役噶啦。呢鋪睇唔到嘢，我諗都以後都唔使再揀嘅呢係專家。咁啊，各方面條件立心向好，班得嚟騎慣騎熟，排個8檔都容易跑嘅，應該可以跟到喺前邊咧。應該今場就納德金同埋亮寶擺前啦，專家希望可以擺到啲3、4位或者4、5位啦。如果可以跟前啲咧，呢隻馬都有啲後勁嘅，加埋輕磅啊嘛，116磅，班得嚟要過1磅噶。希望憑輕磅今次啲功夫做得好，狀態好，可以跑到上嚟啦。俾一次機會佢擺去第2選。好啦，咁啊睇埋嗰個心水推介表啦。專攻第一場搏飲頭啖湯，飲唔飲到頭啖湯咧？咁啊真係要睇方仔同布文幫唔幫手啦。揀咗7號燃心星，應該立心向好嘅。搏 win pay 搏7號，尤其是買 pace 咧，應該7號咧都應該幾穩陣，我覺得。咁啊配角方面咧就2號納德金同埋12號專家。咁其實咧都仲有2隻可以揀嘅，1號古浪高升同埋4號亮寶啦。咁但係最後都冇揀到，揀咗2號同12號，希望冇揀錯啦。第一場推介7膽拖2號同埋12號。好啦，咁啊最後總結，專攻第一場究竟可唔可以一將功成呢？今次都就快過新年啦，我都好希望呢嗱聲放多幾次煙花嘅。近期呢就手風真係唔係好順，揀冷門嚟拍咗啲熱門出嚟，我都覺得唔好意思。咁啊今期睇下方仔黑夜之神谷中之霸，睇下可唔可以呢幫大家手第一場呢即刻攞翻多少使費啦。今次夜賽除咗專攻第一場之外，我都想喺大米2台呢做翻一期 win pay 過3關嘅，睇下我啲拍檔得唔得閒俾到啲心水我啦。因為大米2台呢都有好耐冇出片呢， YouTube 都喺度追我出片，如果再唔出片呢，大米2台都做唔到盈利噶啦。咁所以呢，今期我希望可以除咗有專攻第一場嘅公開片之外呢，大米2台都有 win pay 過3關做到。咁如果大家已經好耐未去過大米2台嘅，大家再去一去留意下，睇下會唔會有新片出啊！祝願大家聽日9場賽事咧都能夠順順利利贏多啲，下一次再會，拜拜。呢條片咧係想向大家介紹一下2024至25新馬季大米港馬會員計劃嘅詳情。大米港馬嘅會員計劃一向秉承住純粹支持、隨緣落座呢個原則。如果大家經濟能力唔許可嘅，就唔需要加入成為會員。大米港馬幾個頻道咧都有不同類型嘅免費節目提供俾大家嘅，只需要訂閱本頻道，睇下啲片嘅廣告同埋留言支持咧，
已經係對我好好嘅支持嚟㗎啦。咁但係如果大家真係能力許可的話，有經濟能力嘅就不妨支持一下大米，加入會員計劃。有意加入成為會員嘅朋友，只需要喺 YouTube 搜尋大米講馬，咁啊呢一個係手機個界面嚟嘅。咁啊嚟到大米講馬嘅主頁面呢，就可以撳一撳訂閱先，以便日後成為會員之後呢，接收會員片嘅信息，同埋呢要將即係嗰個鐘啊調校成為黑色，接收所有通知。咁啊訂完閱之後呢，就可以撳一撳右手邊呢個加入掣，之後呢，就可以揀選唔同嘅會員級別啦。大米講馬訂立咗5個唔同嘅會員級別，而最低嘅會員級別呢，就係基本會員，月費係150蚊。基本會員有乜嘢會員福利呢？咁啊當然係可以睇到會員版嘅心水推介片啦，喺熒幕最底見到啦。但係呢，基本會員只係能夠睇到每個月4次本地香港賽事嘅會員版心水推介嘅啫，即係每個禮拜咧會睇到1次，梅花間竹咁樣去出。第一個星期會係日賽，下一個星期咧就係夜賽，如此類推。除咗香港賽事嘅心水推介片之外咧，仲可以睇到越洋賽事嘅心水推介嘅，如果有的話。咁喺暑期咧就會即係我都會揀幾次越洋賽事嘅心水推介咧，係俾會員朋友嘅。如果大家想睇晒所有嘅會員版心水推介片，包括本地賽事同埋越洋賽事的話咧，就要加入高一個級別，叫做超級支持會員，月費咧係港幣200蚊。除咗可以睇晒會員版嘅心水推介片之外咧，入會累積滿18個月，即係1年半咧，就可以加入大米講馬嘅 WhatsApp 資深會員群組嘅。如果大家想支持大米多一啲，可以選擇更高級別嘅會員計劃嘅，月費咧就會相對比較高。咁而加入資深會員群組嗰個時間咧，亦會縮短一啲。咁大家咧可以因應自己嘅經濟情況，選擇加唔加入更加高嘅會員級別。但係咧，更加高嘅會員級別嘅福利咧，同超級支持會員嘅級別咧係一樣嘅。個差別咧只係加入 WhatsApp 資深會員群組嘅時間咧係縮短啲嘅啫。如果大家選擇啱自己合適嘅會員級別咧，撳個加入掣去支付咧就 OK 㗎啦。喺 YouTube 完成咗支付程序，正式成為會員之後咧，不妨喺大米講馬任何一條片留言，咁咧喺呢個名嘅前邊咧就會有一個會員徽章嘅。會員徽章咧係會按你嘅年資咧慢慢遞升嘅。如果初入會咧就係左上角最頂嗰個紅色底嘅冰冰符號嘅。當然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會員片幾時會播啊？我就定咗個播出時間嘅，就係賽事日之前一晚11點半鐘，日馬同埋夜馬都係一樣噶啦。而 YouTube 喺我上傳咗會員片之後咧，亦都會即時通知各位會員去睇片嘅。所以大家謹記要訂閱大米講馬，同埋咧接收所有通知，確保係收到通知咧去睇會員片。咁如果大家收唔到通知，按翻呢個時間嚟到主頁面咧，都可以喺主頁面咧有一欄係會員片嘅，咁你撳入去睇都得噶啦。最後大米再一次感謝大家一直以嚟對大米講馬會員計劃嘅支持，希望大家都能夠踴躍支持，成為會員嘅一份子。喺會員片咧再見到大家，亦都祝願大家嚟緊嘅新馬季咧可以場場勝利，收穫一個豐盛嘅馬季。我哋會員片再見啦，拜拜。請走開，離